喺呢個五一假期，我喺深圳南山嘅一個甲級社區入邊，發現咗一間低調卻驚豔嘅5星級希臘精品扒房。一入門口，服務員就為我哋準備咗溫馨嘅雙房，台上面仲佈置咗鮮花，儀式感瞬間拉滿。呢度嘅服務非常專業，服務員會根據每一道菜嘅特點，細心地為我哋介紹最完美嘅餐酒配搭。如果你同我一樣對配酒有要求，呢度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今晚嘅菜單堪稱視覺同味覺嘅盛宴，星油煙燻三文魚同埋藍鰭吞拿魚塔塔配魚子醬，開啟味蕾。跟住係口感豐富嘅香煎鵝肝配扇貝鴨湯，暖胃嘅地中海魚湯後係鮮味十足嘅龍蝦意粉，主菜係澳洲朱古力和牛肉眼扒，肉味濃厚，鍾意牛扒嘅你一定不能錯過。最後由經典嘅意大利甜品 Tiramisu 畫上完美句號，無論係週年紀念、生日定係特別日子，呢度嘅氛圍同出品都無可挑剔。大家想知道呢一家隱藏喺南山嘅精品扒房叫咩名呢？可以喺評論區留言 PM， 我直接私信餐廳名俾你。